第二，南美航空波音787不明原因向下降，乘客飞起来弄到天棚，至少50个人受伤。美国阿拉斯加逐年拢会办狗仔拖摔车的比赛，今年阁有2只狗仔忝死，动保团体呼吁讲莫阁办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波音飞机冷门落来啊！这阵第二个南美航空的波音787，阁唔知影是安怎向下降，因为这速度伤过紧，乘客是飞起来弄到天棚，阁摔落地板，至少是有50个人受伤。波音出这么侪问题，其实2019年的时阵就有人警告过。这位波音的前品管部门的经理巴奈特，伊是一个波音食头路32年。伊就夜扛这波音为着赶订单，竟然是甲废弃的零件、无合格零件拢捡倒来用。上较严重的是，这上诉的面搭经过因的测试，竟然是有1/4拢故障。本地3月初9，这个巴奈特是要出庭，所幸发现死伫咧车内。目前警方认为讲伊是开枪行底路，不过也是有真侪人怀疑讲背后有阴谋。这是机顶的旅客伫事故发生迄当阵翕的画面，会当看到机身海角是真严重，一寡旅客看起来真正是有够惊吓。I was awakened and I looked up to see the gentleman that was sitting next to me on the roof of the plane. I'm looking at him fully outstretched with his back on the roof of the plane. And then he came crashing down to the floor. 代志发生伫纽约当地11拜1，这架编号 LA800的班机，伫说在起飞起厄克兰的途中，因不明原因，以真紧的速度落落来，落尾虽然技术紧急扣起来恢复正常，平安降落伫厄克兰机场，但是机身海角真严重的过程中，造成至少50个人受伤，其中有10个乘客含3个机组员，伫降落了后，随行送病院来救治。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纽西兰的交通事故调查委员会已经摕到发生事故这架飞行机的座舱通话记录器。不过，因为事发地点伫国际空域，调查权限应该是这架航空公司的地点的地理。未来调查工作是由地理的民航局来负责厘清事故原因。到底代志发生的时阵，波音公司组装787客机工厂所在的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传出一个号叫做18了者的离职员工，伫告发波音公司的诉讼期间死亡。这个叫做巴奈特的离职员工今年62岁，这一摆指责波音公司甲无合格的零件用伫787客机，但是波音公司完全赔偿。若尾双方是告起伫法庭，每当时间初9，巴奈特原定必须要出庭，但是伊并无出现，随后方发现讲伊已经死亡。目前全球当地使用的波音787系列客机是超过1100台，台湾的中英航空即马有14台是担任中等程的飞行任务。另外，伫中华航空的部分，伊嘛伫要来引进20多架共型的飞行机。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换来看天灾消息，日本北海道甲瑞士拢有出世场放射，这2大加起来尚无是有7个人死亡。也若是印尼的西苏门答腊，是因为拼几落港的大雨，就发生水崩山，尚无有26个人罹难，6个人失踪。规中起来的雨水是因过桥墩，四个地啊拢干那海。印尼西苏门答腊地区最近是连续降暴雨，包括首府巴当等等拢变重灾区，洪水甚至是引起水崩山，造成车路拢断去，一大堆枯木头就冲落来，庄仔头拢要无去啊！造成至少26个人不幸死亡，救援人员撤离7万居民，目前搁在敲找6个失踪人员。Tim pencari dan evakuasi tetap berlangsung di hari kelima ini di Kabupaten Pesisir Selatan. Dan 3 sektor akan kita kerahkan personil dari tim gabungan, yaitu di sektor Langgai, yaitu di Kecamatan Sitera, dan di sektor Kecamatan Siturus, dan juga di Siagati. Dan ini target pencarian masih berjumlah 6 orang. 当局估计至少有700多户的民家厝受损，学校含当地嘛拢密密麻麻，民众转来到规个拢路高满的家园咧整理，真正是要哭无目屎。气象单位讲，印尼的雨季对1月开始，包括苏门答腊和爪哇岛，会伫第1季到雨量的高峰。镜头佫转去日本的北海道，因听说11传出放射意外，6个出事游客风抬起来，警察派出直升机去现场抢救，但其中2个人救起来的时阵已经昏迷，送病院了后，同款是死亡。这2
人的人拢是对纽西兰来的。另外，阁有一个人受伤。当地媒体报道，伫意外发生进前，当局无发布邦西警报。上时伫瑞士嘛发生邦西意外，有一支越野出赛团伫出赛圣地马德洪峰附近拄着低温暴晒和出赛上歹的状况，造成其中5个人死亡，阁有1个人失踪。当局派直升机伫案发区域的空中一直敲找，但是中因为暴晒只好停落来。这个事件嘛是最近几年瑞士阿尔卑斯山区上致命的灾难之一。国际新闻站回并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台办国际癌症中心宣布，要开发一款负责问病人状况的 AI 医师，或者病人会当提早说明病情，唔免伤赶工，会当减轻真人医师的负担。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根据南韩法院的数据，2023年外国人伫咧南韩买厝的比例是破13年来上界悬的，其中有65%以上拢是中国的投资客，多数拢是买来税纳。英国《泰》报道，香港的基本法第23条草案，若是民众收赃碰果日报，就牵涉收赃煽动的文件，上重会去互判关3年。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波音的飞机问题真多，美国的联邦航空总署调查737 MAX， 发现共有33项无合格。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的前总统 Trump 过去是主张禁止 TikTok， 这阵算是改变立场，讲若是禁用 TikTok， 就会助长民粹影响力，未讲这民粹才是民众的敌人。咱的友邦海地乌岛起事动乱严重，帮派放调就是要甲总理亨利延后岛。张亨利已经正式宣布请辞。当地过去的大毒贩菲利普是公开出来争取要做新总统。也若是咱台湾，目前伫咧海地外交人员甲侨胞24个人拢总平安。为伫加勒比海甲台湾有67年邦谊的友邦海地，最近爆发大规模动乱。当地帮派分子联合伫总理亨利出访期间，施加压力爱落台，因为首都太子港的政府机关、国际机场拢互攻击关起来。滞留海外的亨利到当无法度回国，11宣布正式请辞。Haïti besoin de la paix. Haïti besoin de stabilité. Haïti besoin d'un développement durable. Haïti besoin de rebâtir institutions démocratiques. 自从海地前总统莫伊斯2021年被暗杀以来，亨利无经过选举，接到代理总统甲总理的职务，佮佮以国内局势不安全为由，然后决定2月举行的大选，引起反弹声音。又走伫欧北两岛之间的争夺晓，菲利普顶日就公开表明希望出任海地后一任总统。If my people believe and trust me, I will be their leader. It's up to my people, no one else. 以他在这个海地的过去的声望，或者一种传奇性的一种推崇啊，他多多少少还有一点点影响力。但是呢，竞选总统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前驻海地大使杨成大认为，海地政局复杂，什么人要接任也真歹讲。外交部呼吁海地有关各方加速协商，以恢复和平甲稳定，强调会密切关注经济发展，佮加强甲海地新执政团队的沟通甲合作。目前驻守当地使馆工作人员加上少数大商甲侨民有24人，状况安好，会随时检讨应变计划。海地很快恢复秩序呢，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美国只要他愿意呢。派兵介入，那很快就能够平息的了。如果说这个2-3千个人呢，很快能够到位，那美国加以支持的话，我想这个海地的局势应该不是很难控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甲加勒比海共同体成员国11也出席伫沿海者就海地飞机举行会议。布林肯表示，对于派往海地的多国安全支援特派团，美国会提供3亿美金支援，另外也会拨款3300万美金用伫人道援助。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换来看中东，穆斯林的斋戒月3月初10已经开始啊，不过这以哈双方犹原是无停火，伊小咧做入空袭，风声是崩死哈马斯分部的大头。另外，美国情报部门是警告讲，加沙的人道危机会让这恐怖主义愈来愈严重。
以色列伫七十在改会开始迄天，空袭加沙中部纽瑟拉特南面亚的一座地下设施，至少5人互炸死。死者中，疑似包括哈马斯武装分支卡萨姆旅的第二领导，也是哈马斯组织的第3领导马万伊萨。59岁马万伊萨是7月去年10月初7，就是以色列的核心人物，因为真高比互外界叫做野人。以军当日积极确认马万伊萨敢是已经死亡。אנחנו עדיין בוחנים את תוצאות התקיפה וטרם התקבל אימות סופי לגביהן. 以下冲突超过5个月，加沙地区日渐严重的人道危机，也造成美国甲以色列之间的矛盾升悬。拜登顶日伫国情咨文了后，不管麦库私底下甲参议员公告准备要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最后谈判对话，议员会中11拜登访问到相关会地好人无情，无甲纳坦雅胡最后谈判拍算。Have you scheduled the come to Jesus meeting with Bibi Netanyahu? No. 另外一方面，美国各政治部门首长11伫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针对年度国家安全威胁评估报告进行听证。即阵纳坦雅胡的领导地位面临严重危机，以色列民众对纳坦雅胡统治能力的无信任程度比冲突进前更加强烈。美国预料以色列会出现大规模抗议活动，要求纳坦雅胡落台，佮举行新选举。以下冲突也刺激这个地区阿拉伯国家反美、加反以色列的情绪，更加可能刺激全球恐怖主义进一步发展。While it is too early to tell, it is likely that the Gaza conflict will have a generational impact on terrorism. Both al-Qaeda and ISIS, inspired by Hamas, have directed supporters to conduct attacks against Israeli and U.S. interests. 中情局局长伯恩斯表示，若乌克兰得不到美国的援助，稍来可能有更较侪阵地落伫俄国的手中，处伫不利的位置。公司新闻记者김빈혁。美国阿拉斯加当年拢会办狗仔拖雪橇比赛，这狗仔就要伫咧霜风挡寒的环境当中，爬行过河走1600公里。今年是有2只狗仔比甲无体力忝死，这几年加起来已经有超过150只狗仔死亡。动物团体就呼吁讲，这款虐待动物的比赛莫阁办啊！今日一度的艾迪塔罗高球摔跤赛青沙起跑，这是阿拉斯加传统的冬季活动。摔跤手甲10几只摔跤犬组成的车队，爱经过1600公里冰封险恶的环境，爬过2座山冰冻的玉空湖，西坎调的白令海大约爱用10天，才会当到都金高地落幕，冲向终点争取胜利。也毋过这场传出有2只比赛犬不幸死亡。Two dogs died at different points of the race. One belonged to Musher Isaac Tieford from Salt Lake City. The dog just dropped about 200 feet from the village checkpoint. A vet was there. The vet came out and did about 20 minutes of CPR, but the dog died. 2只雪橇犬伫第8天，大约走到1000公里的阶段，未堪力倒落去，验尸无法度确认死因，也爱进一步检查。所属的2支队伍拢是菜鸟参赛，也遵守代替规则，主动退出。动物团体现代动物组织讲，这几年来已经有超过150只雪橇犬为比赛死亡，批评针对强迫狗仔走甲体能失控来死亡。只为着得到胜利奖杯，狗仔煞得到冰冷的网仔。也说服阿拉斯加航空、艾克森美孚、富国银行甲克莱斯勒等大企业停止赞助比赛。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 an animal rights group, is a very vocal critic of the race, and they are calling for the race to end. 这是爱迪塔罗赛5年来头一摆有狗仔死亡，也毋过训练过程也是高风险。几个月前，就有赛地乌多摆弄着车队造成雪橇犬过死被伤。目前排名第1的国界冠军卫冕者希维，开始比赛无偌久，就有狗仔甲麋鹿冲动受伤。现代动物组织指控希维无视处理狗仔的伤势，将胜利看得比狗仔命较重要，要求伊退赛。也毋过主办单位指伊熟悉麋鹿了后，无正确处理，增加2点钟错时间，对其他指控暂时无回应。公司新闻是会中评论。印度政府拜一雄雄宣布新公民法最近就会生效。这项法案是会当互附近巴基斯坦、阿富汗等等国家的难民会当摕到印度的国籍。不过这条件是袂使信伊斯兰教，这就引起穆斯林抗议。欢迎甲唱歌跳舞，因为导致印度的一寡难民考等遮尔侪年了后，总算有机会变作合法的公民。印度政府11忽然间宣布讲，2019年推动的公民法修正案就要生效，伫巴基斯坦、阿富汗、连加达等国内的一寡难民会当摕到印度国籍。हमें बहुत खुशी मिली
मोदी सरकार से, भारत की सरकार से, जनता से हमारी बहुत विनती है, धन्यवाद। हमारे को आए हुए को 14 साल हो गए, किसी को 12 साल, किसी को 11 साल, किसी को 15 साल। 15 साल की भक्ति आज हमें उसी का फल मिला गया है।印度教的人民真欢喜，但是穆斯林却唔敢相信，因为刑罚保护的对象是包括巴基斯坦等国信印度教、佛教、基督教、锡克教等宗教的人民，所拜读穆斯林。英国莫迪政府推动修正案的时阵，就互批评讲是歧视法案，佮引起大规模的抗议。法案嘛，因为安尼放伫遐一直无成效，没想到代志过要5档，法案竟然佮定来啊！互支持穆斯林的群众是真生气，反对党佮批评这是选举的操作。We are going to stage protests continuously in the future if the government stays in the same step, and we will be doing a lot of protests against it, and we will not let the Citizenship Amendment Act to be implemented in Assam. Now, on the eve of elections, why suddenly this government declares it is decided to implement CAA, the rules are being framed? Nothing but to divide the people, create tension among the people at the time of elections. 印度有2亿的穆斯林人口，因烦恼讲刑法生效了后，因会变作是非法的移民。但是总理莫迪否称这种可能性，佮讲穆斯林是无需要宪法的保护，因为因无需要印度的保护。印度就要在今年4月到9月办大选，外界普遍认为讲莫迪一定会赢第3个任期。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法国总统马克宏支持辅助死亡法案，也就是咱咧讲的安乐死，5月就会送国会讨论。不过，这未来也是要面临天主教会抵制。伫咧这法案通过进前，有想要安乐死的民众，有一寡人拢会走去附近的比利时合法解脱。手抱动物伴安慰心灵，这是43岁伊姆夫，伊一个人住伫法国东部的公寓。这是上尾一暝，因为过两天伊就要去比利时结束伊的生命。D'un côté, j'ai hâte d'être libérée. De l'autre côté, je culpabilise de laisser les personnes que j'aime. Mais bon, c'est un choix de ma part. 伊姆夫自来就半身不遂，囡仔时代目睭严重退化，加上18岁迄一年骑马跋倒，两骨受伤，脚甲手真好控制，生活愈来愈困难。所以，伊去年开始有去比利时安乐死的想法，透过相关机构的协助，伊总算伫今年1月底坐车去布鲁塞尔。We inject a barbiturate, and in less than a minute, you'll fall asleep without suffering. Do you agree? Yes. 伊姆夫并不是个案，根据统计显示，2012年比利时有约3000人安乐死，其中53个人是法国人。现在安乐死合法化的议题，伫法国嘛引起讨论。去年法国政府组成公民会议，随机指派184个人进行辩论，而且甲60多个专家见面，将基本有76个人做出支持安乐死的结论。To be a prisoner in your own body is awful. What's the point of waiting for months or years for the heart to stop, for your breathing to stop? I think we really need to help people to pass away with dignity. 随着法国总统马克宏头一届表态支持辅助死亡法案，希望由政府伫5月向国会提交草案。伊强调讲，法案会闪开使用安乐死协助自杀的意思。这个成年人若有会当完全掌控的判断力，得到无度医好的病，而且伫短期至中期内有生命的危险，甲无度缓解痛苦的成年人，才会当请求协助死亡。不过，这个法案也是面临宗教势力甲部分医疗人员的反对，估计伫2025年进前无啥可能会实施。公司新闻张慧斌编译。日本京都街头巷尾拢充满传统的文化气氛，尤其是夜段上受注目。不过，这阵煞收袂少游客是违规去工地共翕相，佮装入私人的土地。所以讲，市府就推出新规定，对后个月开始禁止进入私人的道路。行伫咧古早厝之间的巷仔，感受日本的传统文化。真侪游客若到日本京都，拢会去池原这个所在，除了去高级餐厅食饭，也有机会当看到艺伎风采。也毋过，伫最近有真侪外地人违反当地规范，毋但是走入去私人的道路翕相，也常常发生伫一个艺伎后壁想要甲因讲话翕相。当地居民委员会就希望京都市政府对无守规矩的游客采取行动。公认的社区唔是组队落园。あくまでこう罰則規定がないような形で
あくまでこうモラルで委ねたところが一応線引きをしたっていうところは必要やったかなと思うので、まあ明確になってよかった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行到一个在地协会就讲，市原有真侪路看图无到2公尺，尤其伫咧即年月巷仔内面，伫咧艺伎后壁一直翕相，袂输敢若是古早对共款。虽然市政府早就警告讲，无经过当期的翕相行为，相关会罚1万日元，不过也是无法度阻挡游客想要挖掘艺伎。市政府按算自后个月开始禁止游客进入市原正会所有道路，但是对这项新的规范，游客看法无啥共款。I think it's very good to ban to take the pictures of here in the area. You know, the privacy of the girls, of the women. I wonder why it's being enforced. To me, this is a unique heritage area, I guess, that people want to enjoy and would like to photograph the architecture. 日本自从疫情解封了，就有真侪外国游客来日本耍，真侪城市拢甲京都同款，拄到过度旅游的问题，影响当地人的生活。真侪地方政府就提出更加严格规范，希望会当控制这种观光公害。公司新闻牛眼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再会。